肥嫂足球世界今日冇可能唔講呢場啦啩，國足將會作客印尼踢一場生死之戰啊！世界波圍賽，咁啊呢場波咧形勢好簡單，因為國足而家落後緊3分，呢場波唔贏就出局，真係冇得計噶啦，冇得搞，因為得失球太差啦，-13，對方係-6，而且最後尾嗰場咧對住出咗線嘅日本，人哋贏唔贏都未知，所以呢場咧。同埋即係冇尾二呢一場贏波咧，就最尾嗰場對巴林都唔使講添啊！咁但係國足咧，中國隊咧面對幾大問題嘅，第一就係天氣問題，咁啊當地相對比較濕熱啦。咁啊我有朋友去到噶啦，咁啊已經咧喺當地咧或者媒體嘅即係老友咧已經話，喂由酒店行出街一陣就已經周身汗黐立立噶啦。咁呢樣嘢咧就係對於體能嘅消耗啊，或者同埋嗰個濕度咧嘅應付能力咧就要好強啦。咁啊好考驗國足嘅球員嘅體能啦、韌力啦、韌性啦。第二就係個主場嘅氣氛啦，因為咧當地嘅球迷咧都好癲嘅，即係大家都知啦，印尼不時都有啲暴亂啊，即係嗰啲球迷騷亂啊，所以咧佢哋都好熱情嘅，氣氛相當激烈嘅。第三就係球隊本身實力啦，嗱球隊咧印尼咧國家隊咧大灑金錢係做咩咧？請咗荷蘭籍嘅由古華特帶領嘅一批嘅荷蘭嘅團隊啦。第一、第二，歸化兵嗰度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噶啦，好多而家球員咧喺荷甲、荷乙啊，甚至意甲啊、英冠啊等等啊都有佢哋嘅球員，甚至德甲都有啊。咁所以咧，無論嗱，如果你就咁睇咧，整體實力啦、經驗啦、個人質素咧，全部喺呢國足嘅球員之上。嗱，唯一佢嘅弱點就係嗰個磨合程度未夠，同埋嗰個默契應該就唔係好夠。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個荷蘭嘅團隊咧喺3月份左右先至即係已經搞掂嘅啫。咁跟住一路咧就周圍揀卒啊成啊，咁而揀到嘅球員咧好多淨係打到有啲甚至只係打2場嘅世界波圍賽，3月份嗰2場，咁其餘嘅比賽咧就冇乜嘅。咁所以咧，你話佢哋集體一齊訓練啊，一齊磨合啊嘅機會都唔多嘅，咁所以咧，中國隊呢場波咧，你係要靠個別球員或者一啲死球去搵食嘅啫。咁中國隊而家今時今日咧，你話可以數嘅人物真係唔多啦。前線預計就係張玉寧搭住黃玉棟。嗱，我覺得呢場波咧，你唔好話我偏心啦，我覺得咧沙珍奴係一個 X Factor。沙珍奴呢個 X Factor 咧，如果你入籍咗呢個巴西球員咧，你都唔去善用咧，咁我就覺得你阿雲高係抵死㗎，因為呢個球員咧本身咧嘅質素咧本身係啲巴西外援啦，打 JD 打中超都有一定嘅水準啦，有個人扣關能力，有個人俾波啊策動能力都有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喺前場咧，我相信係呢場波中國隊嘅一個 X Factor。嗱，至於你話後防好唔好啊，各方面啊，用唔用咩黃大雷嗰啲，我都唔理嘅，因為呢場波係要贏啊，所以其實唔顧得守住噶啦，因為起碼要攞咗入球，要領先咗先，咁所以先有價講嘅，咁所以呢場波你話係咪完全冇機會咧？我覺得係有嘅。首先中國隊要守好咗，然後跟住打啲防反或者一啲簡單嘅組織。然後去到前場做啲小配合，呢個亦都唔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啊！現代足球再加上中國隊曾經喺外圍賽都試過有咁樣比賽啦，係咪先？一路守一路磨一路妹，跟住去到尾段先至絕殺。所以咧呢場波咧真係可能咧，真係講得難聽啲叫做一戰封神都未定㗎。咁當然啦，我哋作為中國球迷都好想下年世界盃我哋可以親身飛到去世界盃嘅主辦場地啊，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去睇國足嘅世界盃比賽啦。